收睇 LCCF TV。大家好，今集新車介紹是全新平治 VLE， 此名字將取代過往的 EQV 系列。我們看看新車的介紹。呢個係 Mercedes-Benz 新時代嘅開始，而呢架呢就係全新嘅純電 VLE， 佢係一架豪華嘅車，佢嘅續航里程呢非常之驚人，超過700公里。淡第一眼睇落，你可能會覺得，真係好大㗎喎。你睇冇錯，因為佢設計到可以坐8個人，放行李，帶埋狗，甚至係滑雪板或者衝浪板都得。總之咧，你需要空間放嘅都得。雖然冇車身咁大，但係行起上嚟依然好靈活，因為車尾呢度配備咗後軸轉向系統。呢個系統令回轉直徑只需 11.6 米，同全新嘅 Mercedes-Benz CLA 差唔多。理論上你哋客廳都可以掉頭啦，雖然咁樣做係有啲傻。有啲 VLE 你真係可以兩全其美，你既可以享有豪華嘅車嘅行車品質，又有 MPV 嘅寬敞空間。最正嘅係佢有好多個人化選項俾你哋。你可以根據自己嘅口味去修飾外觀同內飾，我會話真係多到唔識㗎。今日你可以喺我哋展示咗2款型號入邊睇出你嘅心水。我哋有 VLE 440 Matic 同埋 VLE 300。呢隻色係 Patagonia Red。聽個名就已經覺得好有冒險感。如果你以為佢車身線條好死板，但你就錯啦。睇下呢度充滿肌肉感嘅引擎蓋線條，同埋立體嘅車身側面。再喺前面，你會發現更加多精緻嘅設計細節，好似呢啲星形車燈膽。如果你中意鬼面罩，你一定會愛上呢個充滿未來感嘅背光格柵。睇下呢個發光外框同埋嵌入式嘅平治星輝，或者呢款華麗 Exclusive Line 上面嘅立標星輝，我一定要俾你睇睇下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啦。好啦，睇翻紅色嗰架，車尾呢度同樣冇迷人，發光尾燈包圍住後車窗，又一個 Mercedes-Benz 嘅標誌性設計。但係佢唔只係得個樣，呢度有個大嘅上掀式車窗，令你可以好快淡睇到尾箱嚟嘅。如果你想完全打開，可以試下淡做。仲有一個好型嘅新功能呢，就係側滑門嘅感應式開啟，係咪好型呢？咁成個駕駛艙呢，就好似一個數碼避風港啖。我係話呢，講到用戶體驗，睇下呢個 MBUX 超級熒幕，佢差唔多有1米長，分做3個部分。等我哋睇下互動起上嚟係點。喂 Mercedes 啊，帶我去平治博物館。開始導航去平治博物館，好極啦！博物館入邊呢，有邊3大嘅亮點啦。你將會體驗一場汽車歷史之旅，展示平治汽車由1886年 Carl Benz 喺第一架車開始嘅演變。互動得幾聰明喎，係咪？而家呢，如果你計劃緊長途旅行，只需15分鐘就可以增加355公里嘅續航里程。呢段時間夠飲杯鮮奶咖啡啦。而家等我哋睇下乘客螢幕有咩功能。喺呢度呢，你可以睇各種應用程式，包括 Disney Plus。好啦，等我哋換個位。正喎，拖門入邊有全新縮車窗。不過唔好俾細路見到個掣，因為佢哋會玩足幾個鐘。不如俾佢哋睇下個天，透過呢個超大嘅全景天窗，由 B 柱一直延伸到車尾。咁樣呢，可以令小朋友玩得開心，大人都係。請埋你嘅朋友啦，點解唔得？配合靈活嘅座椅概念呢，佢都冇問題，仲有其他選擇。你可以睇呢啲位，或者呢啲超靚嘅休息室座椅。我有枕頭、腰部支撐、小腿支撐、無線充電，仲有按摩。呢個豪華舒適座椅
係專為我放鬆休息而設嘅，而且咧我只要睇個掣咧就可以調整晒所有嘢。喂，Mercedes，係開啟影院體驗。嗰句說話係點講話？咁旅程本身就係目的地，多得全新嘅平治 VLE， 你可以擁有一切豪華嘅車喺平穩行駛，加上驚人嘅數碼體驗、充足嘅空間同極致嘅舒適，歡迎返屋企。多謝晒大家收睇 LCCF TV，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拜拜。